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6月2号的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的是心腹，要来看以赛亚书54章的1到17节。先看今天的金句：我暂时离开了你，但我深深爱你，要接你回来。我生气不理你是暂时，我对你的爱却是永久。上主，你的救赎者这样宣布了。以赛亚书54章7到8节。经文的摘要在描述锡安的荣耀，儿女要繁增。锡安的荣耀，地界要扩大，锡安要被赎回，被丈夫接纳。上帝要启示，我的慈爱永不离开锡安。上帝要建造、教育、保护锡安。最后，上帝要保护他的仆人不受攻击。因着53章预言上帝为人来预备赎罪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的牺牲，带来这一章的第1节欢呼。以色列的归回要经历无数的苦难，同样教会的建立也是由于耶稣基督的受死而成就。先知以赛亚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形容上帝要跟他子民有亲密的关系。上帝要如同丈夫召回被休的妻子一样召回锡安。先知以不能生育的妇人来比喻以色列，揭示他要面临凄惨的情况。但先知也同时指出，耶和华如同以色列的丈夫深爱着以色列，要把他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呼吁要歌唱，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来呼吁那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欢呼歌唱，也提醒他要扩张，要放长，要坚固，鼓励妇人做好准备，因为上帝救恩临到他的时候，要使他的后裔来增多，所以他需要早早把帐幕和居所扩张，好让子孙能够居住。亡国被掳的以色列民本来是失去城墙保护的困苦之民，他们随风飘荡，历尽沧桑，但在上帝的应许，他可以重修属于自己的城墙和城门，而攻击他的敌人不能得逞，因为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侵犯者必遭受审判。对于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能够除去屈辱，得到复兴，是天大的喜讯。对于今天的读者，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同样值得欢欣和感恩。事实上，先知所宣布的是一个使万人得救的救恩。如今我们看，在世界各地，教会林立，福音要遍传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这一点正成就了上帝对那妇人所做的应许，他的后裔要增多。对当时候常常面临巴比伦压迫、本身又卑微的以色列民来说，上帝的应许可说是天方夜谭。但在上帝奇妙的安排之下，诚然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应许了，他的恩典及大能足以叫一切应许能够成就。我们来默想，你是主耶稣的心腹吗？还是活在自己苦难中的怨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在我们苦闷对未来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怜悯我们，疼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性命，救赎我们成为上帝蒙爱的儿女。
并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帮助我们成为这世代的祝福管道。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哦。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有美好、平安、喜乐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